set 到個 ISO 都成千幾啦，咁啊千大，冇閃燈啊嘛，冇閃燈咁我哋嗰個快門已經去到，嗰個光圈去到最大嘅光圈，去到22啦，細隻5.6，冇㗎，而家啲 AV 先啊嘛，你係咩啊？咩料啊？咩都 set 埋啦。咁佢就唔係浪潮睇佢喎，單純咯。活動即將開始，請各位來賓盡快就座。大家上午好，我哋3個係今日活動嘅大會司儀，我係 4D 班鄧俊熙，我係 4B 班李子欣，我係 1B 班梁健學。今日真係好熱鬧啊！簡直係高朋滿座啊！而且我仲見到唔少熟悉嘅街坊朋友添。你個豆丁啦，連啲街坊你都識，果然厲害喎！梗係啦，我係10月自主學習之星嚟㗎嘛。咩叫自主學習啊？你咪唔知咩叫自主學習啊嘛？今年學校喺全級中一推行自主學習，以先學後教、同輩學習、電子學習、小組協助等嘅方法帶動課堂氣氛，激發學生主動學習意願。老師仲會訓練學生學習有效嘅學習方法，提升學生嘅學習環境，務求將學習還俾學生，令學生真正成為學習嘅主人。咦，豪仔啊，你好似都係讀Form 1嘅喎，不如你分享下你平時上堂嘅經歷啊？好啊，自主學習可以幫到我哋學習新嘅事物，遇到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同組員一齊解決，而且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角色，就好似我係組長，可以帶領同學進行活動，我仲會鼓勵同組同學踴躍舉手添。除咗學習模式有唔同之外，對比起小學，10中嘅活動真係多姿多彩啊！係啊，就好似啱啱喺517室舉行咗嘅科學科體驗課，透過活動學習形式，我學到只要齊備熱量、燃料、氧氣就可以生火。當然，只要將任何一種元素移除，呢一場嘅火就可以撲熄。呢一種嘅學習方法一啲都唔悶。多姿多彩嘅生活固然係好啦，但平時返學咁忙碌，加上生活咁繁忙，我哋好易會忽略咗身邊嘅事物，同埋我哋所擁有嘅一啲微不足道嘅嘢，甚至係屋企人同埋朋友喎。講起微不足道，師兄師姐，你哋有冇留意到停車場度有棵白蘭樹啊？吓？邊度有棵樹啊？唔知唔緊要，我哋依家有請科師班何秋怡同學為我哋演繹杏林子嘅大隱者言樹，有請。大隱者言，樹，節錄。
杏林子。冬天下山看老房子時，一眼就看見這棵樹，光禿禿的枝椏伸過屋頂，一時也弄不清到底是什麼樹。春天的時候，樹開始發芽，猶如嬰兒手掌心大小的葉片，很快就在天空撐起一把傘。讓人不解的是，它一邊發芽長葉，而原先長出的葉子又急劇的由黃變紅，紛紛落下。樹葉不是都要經過一個春季的滋長，一個夏季的骨化，直到秋天冷空氣來臨，才會變黃變紅嗎？怎麼這棵樹卻是將生長的程序濃縮在一起，在春天的季節，同時的展現了秋天的顏色。學園藝的朋友告訴我，他的名字叫烏寇，奇特的名字就跟他奇特的個性一樣。有些葉子簡直比楓葉還要紅，還要鮮濃，偏偏在葉柄和葉深處保留了一絲絲黃綠。一陣風過，這樣的葉子就飄然而降，在長滿青苔微濕的地上特別醒目。我很高興，在塵世繁瑣忙碌的生活中，仍能擁有一棵樹，以及享受樹的美麗的閒情。多謝何同學。原來樹係咁特別㗎！除咗樹之外，我哋都應該多啲去欣賞身邊美好嘅事物啊！師姐，你聽唔聽到啊？你聽唔聽到啊？聽唔到喎，你係咪講緊觀眾嘅掌聲啊？不如各位觀眾俾啲掌聲嚟聽下啦！觀眾嘅掌聲當然係唔少得㗎啦。不過我講緊嘅係你聽唔聽到啱啱嗰啲雀仔聲啊？咁啲雀仔聲係邊度嚟㗎？我知，咪係4D 班李俊傑同鄧俊熙同學咯。我仲知道佢哋即將為我哋演繹佛學故事《共鳴了》，有請。大家好，我係 4D 班鄧俊熙，我係 4D 班李俊傑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佛學故事係共鳴了。據說有一隻奇特嘅雀仔，佢聲音非常之優美，但係長相就十分之獨特。同一個嘅身體擁有兩個嘅頭，其中一個代表善，而另外一個就代表惡。善惡共同擁有同一個嘅生命，因此就被稱為共鳴了啦。善惡必須互相協調，相親相愛。萬一隔離，咁就大件事啦。有一日，惡頭瞓着咗嘅時候，善頭就唉，點算呢？我肚好餓啊！我諗下佢都肚餓㗎啦，我唔好餓親佢啊！等我食咗個蛋糕先。咦？點解
你係咪趁我瞓咗覺嗰時偷食嘢啊？唉，算啦，見咗你第一次，我就唔追究啦今次。又到咗第二朝，啱啱瞓醒，個肚又肚餓添。但係我應承咗阿我唔可以再自己食嘢嘅喎。算啦，食完之後同佢解釋翻咪得咯。橫掂阿我佢都會原諒我嘅啫。等我食咗啲野莓先。好飽啊！咦？點解我個肚又會飽飽地嘅？阿仙，你又趁我瞓着覺嗰時偷食嘢？你個衰長，我以後都唔理你啦！都過咗咁耐啦，點解阿惡佢仲係唔理我嘅？或者第二朝瞓醒就冇事嘅咧？都係唔好諗啦。咦？阿仙佢好似瞓着咗咯喎！咁而家呢個時候，咪就係報復嘅最好機會。呢邊有啲斷腸草，等我食咗呢啲草之後，阿仙佢將明白你叫做受苦嘅滋味啦。點解我肚咁痛嘅？哈哈哈！抵你死！之前仲唔俾我食嘢啊嗱，今次仲